袂记甲试落吼。好，试落哈。好，2月11号啦吼，一关来船长和荷兰人参详代志吼，算战后要协议啦吼。啊，因着荷兰人着甲一关吼提起讲，即个因为荷兰人有一只船，敢是 Sluiten 号嘛吼，去靠浅吼，去上落吼，去搁浅啦吼，华语叫搁浅吼。啊，结果一寡货物拢伫咧海，就伫咧水里浮伫水面安尼吼。结果呢，一寡先仔人就开始去抢啊吼，就去遐要甲抢物件嘛吼。我记得讲，敢若是有几个先仔人去互荷兰人拍死吼。因 OK， 啊因就荷兰人就甲即件代志含一关提起啦，讲阮船靠浅了后，去互恁人抢安尼吼。因此，伊决定要和长官阁下前往该处观察吼，要去看迄只船。一关和荷兰人要斗阵去看吼，看还有啥物物件通好抢救吼，并且去遐要下令讲，啥物人都拢无允准去伤害任何一个荷兰人吼，也毋准去损害因的货物吼。安尼一决定以后，长官阁下和一关就坐一只洋客船吼，叫做萨科啊的洋客船。萨科啊是啥物人？伊无注脚无写，我毋知啥物意思吼。可能是即只船名叫萨科啊嘛，可能是某物人吼。用旁前往，就是前往去迄只快艇遐，应该是 Sluiten 吼，因为伫点钱无风的情况之下，飘动了1-2点钟，也无法度进前，无法度前进吼，即只船无法度行嘛吼。是，应该是讲荷兰人和一寡因要去看迄只快艇所坐的船，因为无风，所以无法度进前吼，所以改换坐小只船啊吼，用家己过的吼，啊，家己过进前，啊，互迄只洋客船来跟倒因吼。因出发了后无偌久，Don Birch 号即只船的船长以及Arnemuiden 号的迄个舵手是安怎讲？舵手我查一下，我记得台语有一个讲法。我现也甘字典吼，无一下即个词咧。啊，对，代工嘿。我电脑变足慢诶，因为我若开直播变足慢，即只电脑啦较慢，即只电脑足老啊。舵手代工啦吼，台语讲法我较早捌查过一遍也袂记啊，可能嘛毋捌一遍，毋若一遍，查几啊遍吼。例句讲代工做毋煞，海水有时会啉着，是啥物意思啊？其危险的代志继续做，有时会拄着灾厄吼。代工做毋煞，海水有时会啉着吼。好，咱转来继续看吼。所以这两只船东伯号是船长，以及即个Arnemuiden 号的代工，也已经坐上一只昨日毋是昨日抢来洋客船跟倒前去吼，因为伊有甲即个李国基的船抢过来吼，要去看有啥物会当对迄只遇难的快艇会当抢救出来吼，因要去看吼，迄只船顶头好物看会当抢救偌济算偌济吼。沿岸风吹甲真
真透，天气乌阴暗吼，乌阴天啦吼，所以看无偌远，无法度看真远。阮规暗拢听候长官阁下甲一官转来，但是拢无人转来，风力愈来愈强，所致阮必须爱甲即个位旁甲放落来。这是2月11日。好，过来2月12日。就倒来一两撮尔吼，规工拢是透风吼，透即个大风，而且无用客船或者是说客船的消息，也无长官阁下的消息，因此阮想讲是毋是，若毋是去厦门，就是遭难吼，就出代志啊吼。2月13日，今仔早起，长官阁下和下属商务员特劳纽斯和克雷斯哈曼塞，即个字较好看是啥物人？克雷斯哈曼斯以学徒坐雷登号出航，因为能力优越，1624年8月15日升任助理，就是因其中一个船顶的助理啦吼，特别提伊的名吼。今仔早起，长官阁下和下属商务员特劳纽斯和即个格雷斯哈蒙塞，以及伊的天绕雨伞的人，阁有专工咧替因绕雨伞的人吼，坐一只迄个白仔船吼，舢板吼，舢板应该是白仔船尔吼，对厦门岛来到船顶，所以因长官阁真正是走去厦门吼。昨日暗，还是我若袂记前天要安怎讲，奇怪，应该是昨日嘛吼。还是这样简单的，我煞袂记。落昨日，阮拢讲昨日啦，伊讲迄个大理大书店是落昨日吼。我看起来是台语有其他的讲法，阮拢讲昨日听起来敢若昨日吼，但是毋是吼，是前天吼。所以为什么我拄则忽然间无啥物把握吼，就是就是足 confusing 吼，因为台语讲昨日，1956年甲1973年吼，1956年台湾白话基础语句收昨日，就是前天。1973年 Embry 大英书店昨日是前天吼。1976年 Maryknoll 昨日前天吼。所以无啥物其他的讲法，就是昨日尔吼。啊，落昨日是大理大书店收的吼，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落昨日是毋是大前天？但是我看大理大书店是写落昨日，大昨日，毋是大前天哦。大昨日意思就是讲，昨日是昨日，你若要写汉字啦吼。啊，落昨日就是大昨日，就是前天啦。你若看大理大书店的解说是讲，伊敢若写大昨日，但是迄个信网的网站，迄个华语解说是讲华语的前天叫做落昨日，就是落昨日就是昨日啦。啊，昨日就是前天嘛，你对其他的书店拢讲昨日就是前天。
这是一青蛙上电啊，讲到一个事啊，为什么大理大书店无敢若收到做哩，无收到做哩，还是讲较早真正拢无讲落，无讲做哩，敢若讲落做哩。因为做哩听起来敢若是讲汉历的迄个写做昨日啊，啊落做哩就是大昨日，就是前天，啊可能一般后来讲的时阵简化，无讲迄个昨日，就是讲昨日就变成是敢若前天。啊，真正昨天，大家拢讲昨昏，好来看一下昨天，大理大书店收到一个。用昨天个找过来，昨日，昨日，查某早起，查某是昨暮安尼，查某日，昨昏暗，昨昏早起，昨昏下晡，昨昏暝，吼，这拢是昨天诶，比如讲昨昏日就是，昨昏暗就是昨晚。昨昏早起，昨早晨，昨昏下晡，昨天下午，昨昏暝，昨天晚上，哈，昨暝就是昨天晚上，哈，所以大家讲昨天拢讲昨昏安尼，前天就是昨日，哦 ，OK，大昨日是昨日的前一天，哈，啊，所以大昨日嘛会使，大昨日就是前天啦，就是落昨日啦，哦，好，咱转来，就简单的结束，结果前天晚上哈，昨日暗，迄只用客船伫一个暗礁顶头靠浅吼，有4个人留伫遐，其余的人拢幸运登上一粒岛。昨昏就昨天啦吼，昨昏长官阁下和一官对迄粒岛坐用客船去厦门，甲士兵和其他人留伫迄粒岛顶。即挂人伫中昼拢平安转来到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应该是讲因所停靠的，停留迄个所在，伫漳州河口吼，厦门岛外，厦门港外口。啊，若讲到东 Birch 号的船长以及 Arne Muden 号的代工，落尾拢对。啊，搁随后对去迄只用客船都拢无消息，因此阮又讲无定因拄着代志吼，也许遭难吼，无定已经遭难，但是求神莫互因遭难吼，求神莫互因出代志。今仔日长官阁下和5个伊的议员搁去厦门，去和一官参详顶面所讲过迄个条件，伊应允要履行下面即几项，好，战后算战后一寡协议啦吼，4条咱来看。第一，伊将要终身讲到这，咱之前有讲起，荷兰人有对即个狄成龙有一寡战前的一寡应允嘛吼，因为讲要你若帮助阮嘛互你担遮好过你就对了吼，即只利润拢互你。伊要将 OK 第一条，所以咱来看最后因这是战后的，所以这是确定的吼。第一官要将终身服务要将来一世人拢要服务伫个漳州河以及台湾享受通商的即个，这是一开始战前就讲好啊啦吼，战线爱互阮踮遮做生意，而且爱排除迄个西班牙人甲葡萄牙人吼。
但是咱伫遮看，敢若无看吼。好，至少确定啦吼，会互伊当作做生理。啊，伊讲伊若过身了后，伊继承者也要继续遵守即个原则，当然是无可能的代志吼。所以迄当中即个讲话若放屁吼，连写的物件拢是袂煞互你写了，但是过两工可能都无效哩吼。咱拢知伊赶的继承者啥物人嘛吼，伊的后生到尾甲荷兰人赶走咧吼。即种好记啦吼，荷兰人来台湾1624年吼，啊伫台湾统治38冬。陈成功是38岁的时阵，我记得是38岁的时阵，甲荷兰人赶走，意思就是讲荷兰人来占台湾的迄年，陈成功出世，若无嘛是前后这几年吼。啊，陈成功到38岁的时阵，就甲荷兰人赶走，所以荷兰人统治台湾38冬，你就记吼。1624，到我数较歹，我接者吼，到1662年吼。好，这第一条吼，原来是人咧放屁吼。第二条咱看过就好啦吼。第二条，伊将要为阮写配互军门，帮助阮处理应允已久的即个自由贸易，会当永远享受的自由贸易吼。第三，伊就是要写配互军门啦，军门就是下门的将军吼。第三，伊要立刻，就是伊要马上要准备一只用客船互阮方便再石头转去台湾吼。等将兵征讨转来了后，将会甲3、4只用客船交互阮，这是因战前的协议的吼，讲迄个李逵基船内底上好的3只、4只因要治啦吼，其他拢互伊。第四条，为着要保障阮迄只快艇的损失，伊将要先交付2000两银，以便将以后会阁继续保障吼，一直到迄只快艇顶头的货物的损失完全保障完为止吼。什么需要陈其良来保障因迄只船的损失？OK， 好，咱若讲到要禁止用客船前往马尼拉等等其他阮敌人的所在吼，即寡代志因毋敢应允吼，承诺啦，我毋知影台语是安怎讲吼，直接控制杯我袂晓念吼，我拢讲应允吼。即只因伫战前有协议嘛吼，讲袂使恁袂使去马尼拉，啊搁伊讲几啊所在吼，我即嘛一写袂记吼。什么淡水啦吼，台湾伊嘛有讲去一寡所在，淡水嘛有讲着吼。讲因为淡水是西班牙人的迄个势力范围嘛，迄条船，所以伊讲恁袂使去遐做生意就对吼。啊，这是战前的协议，但是战后呢，陈其良讲伊毋敢安尼来应允吼，因为因是摕军门的通行证你航行嘛吼，就是因伫咧海上船会当来去，是有军门的发互因的通行证吼，缴纳真侪税互军门嘛吼，对即条伊无力，伊无法度啦吼，无法度答应。即嘛若去甲交了，必将违抗军门调来极大愤怒。即嘛去交了，意思是讲你即嘛若去禁止一寡摕军门的通行证的人去迄寡所在去做生意，等于是含军门作对嘛吼，但是无法度通收煞吼，所以陈其良认为讲吼，恁无应该伫即方面来为难伊啦吼，应该伫咧伊有法度做，就是伊用你所做的价有法度替阮设想的其他方面去要求伊，安尼就会使吼。所以即一项绝对袂当考虑吼，伊宁可死也无考虑去做即项代志吼，伊毋敢去
和军门作对吼，大清的官对啦。现在正当阮准备要回航的时阵，东 Birch 号的船长来到阮遮，所以东 Birch 号头前这篇头前讲可能遭难吼，又讲是出代志，结果写到遮讲无代志吼，写到遮就是船长来到遮，甲阮讲，因会用将客船责任嘛已经靠浅。人员拢已经上山得救了吼，上山就转岸吼。有2个人留伫遐，其余的人拢身受重伤吼。下晡阮要航离厦门，要离开厦门啊吼。迄个凯旋归航吼，咱日志看到遮，荷兰人拍2场战事拢战赢吼，一场是麻豆含一个拍麻豆社，甲一个。叫啥物？北加里湾社吼，正拄好我今仔日拄好看迄个台湾，我昨昏讲迄个吕美清所编的迄个台语小说选吼，其中一篇，稍等下我这篇是叫做吴面祥，我毋知是读做祥啊祥，应该是祥的款吼。吴面祥所写的吼。这篇短篇小说叫做《签证》，内底就有提起讲这段1930年，普特曼斯去拍麻豆社、麦加里湾社的故事，当然伊是敢若提起这项代志尔啦，无写介侪啦，迄个日志写比较侪啦。OK， 就是讲，先煞互各位了，甲各位介绍一下吼。有兴趣再去找这本书来看吼，台语现代小说选。这篇拄则讲这个胡明祥吼，伊写这篇原底是刊伫海洋台语文学第139期吼，2013年7月的时阵，无你若有方便，你嘛会当去找这本杂志吼，海洋台语文学第139期。迄篇故事是应该是我咧以是伊本身家己的经历啦吼，就是伊伫个美丽岛事件了后吼，有一道应该是安尼讲吼，伊伫个19可能是六几年啊，67年还是6几年，去美国留学了后，14冬拢无转来台湾吼。伊14年后吼，1980几年，19有偌侪年我袂记啊，1980几年，伊去日本出差，吼，伊就想讲，离台湾足近，伊就想讲，毋过迄当时想啊，诚天真啦吼，伊认为讲伊伫美国一定去用减肥做记号，无法度转台湾嘛吼，所以伊到日本的时阵想讲办一下签证，看会当转台湾，结果签证一办落。早起甲讲你下晡来摕，结果下晡要去的时阵，就甲讲你的签证无法度互你，啊问原因嘛无甲讲，意思就是无互你转，吼。伊才知影讲伊这是伊刚开始问讲电脑顶的资料讲你袂使转，伊才知影讲原来伊的资料已经全世界电脑拢查会到吼，台湾迄个中华民国政府无法转。伊才知影伊已经伫乌鸦岛是确定啊，一世人要转台湾无机会啊安尼。这篇小说的故事就是讲这项代志。OK， 咱搁转来这日志遮吼，下晡阮航离厦门，日落的时转来到船顶，厦门的市民因为感谢甲欢喜，带真侪飞扬的旗帜，我查一下这个字要安怎读。我电脑慢吼，慢伫啥？慢伫我连这个鸟鼠啊刷袂叮当。
两个音吼，一个是字，一个是气吼，机字机气吼。OK， 下问市民因为感谢甲欢喜，所以带真侪飞扬的旗帜，因带阮行过规个城市，过当你甲迄寡旗帜送来船顶吼，作为见证李逵记的纪念。伊的飞跃是迄搭位啊，每一个人仰望真久的代志。我讲即个李逵记做人诚歹，哈哈。会当想会到啦，你看韩迄个荷兰人本来去遐做生意，含李逵记踮遐来去几啊逝，啊李逵记拢当面拢甲印好啊，讲到偌好听，结果私底下拢禁止所有人含伊做生意，所以荷兰人去遐毋知到尾决定要含伊官联合起来，要甲李逵记甲引导。2月24日，2月24日。敢若一逝尔吼，一关已经四过大出通过，所有诶人拢会当完全自由载好物去随意和荷兰人交易，完全无限制。哇，即些荷兰人冒死吼。好，日子到遮跳几若工，一直到这14号嘛，到22号，咱来看22号。2月22日，即个日子是安尼写的是写讲这是15、16、17、18、19、22日吼，这1、2、3、4、5、6、7、8工拢写做共一篇，但是无介长吼，4纸尔。伊讲有真侪商人、生意人吼带商品来阮船顶，伊已经会当看到一寡应允的即个话已经有效果吼。愿神祝福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互贸易从此会当繁荣落去。今仔日一寡派的兄弟名叫做西夏吼，咱来看一下注脚，西夏叫做田丰，这是这是葵吼，郑鸿逵啦吼，我看一下迄个葵是迄个掠鬼迄个钟馗的馗，但是我毋知影代表怎读。毋是钟馗，是黑旋风李逵的逵哦，叫做逵啦吼，就是杨逵嘛吼，我记得是，但是我真正袂晓读台语的部分吼，台语安怎读我今仔学着吼，逵吼。伊嘛，但是台语大词典解说，毋是，这是甘字典解说讲，逵是大路四面三通吼，或者是人名，竟然讲是李逵吼，就是我拄则讲黑旋风李逵嘛，黑旋风李逵是对一本小说，水滸传了。哎呀，我食药啊时间佫到，食药啊，歹势。田志龙咱逐个足熟诶吼，但是伊诶兄弟仔咱较无熟吼。叫做田鸿逵，鸿是江鸟鸿吼，江鸟鸿。田鸿逵是田志龙诶小弟。李因海战英猛力出名吼，就是因为海战拢诚猛出名。路易斯任长官的期间，路易斯咱顶回应该是顶回啦，我有讲一下迄个冰点秘密话事件吼，故事吼，就是这个路易斯长官，伊算是第二任嘛吼。毋是第二，对啊，算第二任嘛，但是是第三个吼，第二个是接代理长官吼。
第二音路易斯，伫咧临长官期间，捌伫咧日兰遮城吼住1年，伊是讲迄个田凤圭吼，捌伫咧路易斯做长官诶期间，伫咧日兰遮城住1年，等于是任职啦吼，伊是做田志良履行贸易契约诶保证吼，所以是等于是伫遐做任职做一年诶任职。1657年过身吼，接死社是为什么叫死社？较早叫社拢是福建人吼。接死社有时之田之虎，有时之田凤圭。本日记1634年9月23日条出现一官上岁兄弟死社，则是指田凤圭。伫迄以前诶死社，记诶应该是田之虎。电视史料粗编伫咧台湾文献总刊第157种内底吼。较早台湾文行有出一部迄个台湾文献总刊，内底有即做台湾史，伊拢甲集做一个迄个总刊啦吼。我手头有半部，另外半部叫别人摕去。OK， 尚在田之虎该动田之良勇健海盗之事吼，就是田氏史料粗篇即本啦，内底有写到因兄弟仔田之良因兄弟仔诶故事吼，特别对制服将兵写做江陵修和老乡吼，屡赞尤其郑芝龙和守备郑芝虎两兄弟的功劳，就是对田之良和田之虎两兄弟仔诶功劳吼。对即本书内底写足多吼，即个江彬伫咱遮昨即个故事讲起嘛，江彬和田之良合兵拍迄个李逵记嘛吼，你看迄当阵吼，真正是迄个合纵连横咯，就是讲无永远诶朋友，无永远诶敌人啦吼。本日记 ABCDE 各种档案记载袂少死社对江彬和老乡诶战绩吼。普克有上述地史料粗篇相印证吼，就是荷兰人遮所记载，会当含迄个中文的即个史料，拄则讲迄本吼，地史史料粗篇会当做对照吼。好啦，咱转来即个日志写。讲今仔日一官派诶兄弟叫做死社吼，早20锭黄金来交互长官阁下，这是伊所应允讲要补偿迄只损失诶快艇斯鲁滕号吼，伊并且赠送每一只船诶乘务员和船长各3、4匹布，用来感念因伫咧即场战役中坚毅勇敢诶表现吼。靠想啦吼，好，后一篇2月23，2月23号，即嘛是2月吼，所以就是1630年诶即当阵吼。2月23，长官阁下该动几位议员行往路上吼，陆上啦，歹势吼，行往陆上，这是去啥物所在？应该是阁是去厦门吼，要去签订本个月14日一封由长官阁下代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和另外一方的一官达成的合约，就是进行讲的4条吼，要正式签字吼。故此，一官要向公司负责赔偿上述迄只失事的快艇以及所载货物的总价值18000里尔，但是一官对此完全无同意。
除非相反的，除非相反的，长官阁下予以负责，这笔钱啦哈，不被视为他欠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负债，什么意思？一官无同意讲要赔偿即只存18000里尔，颠倒是讲希望长官阁下要向伊来答应一项代志，就是讲即笔小袂当看做是讲因所欠吼。不过伊并无反对伫咧长官阁下的任期内答应用赫米分期付完上述的款项，就是讲我会当赔你，但是你莫白纸互你甲写，就是讲一官要派伊的用客船去广东运姜糖、茯苓、白蜡，我等下查者这啥物件，以及其他的货物。即寡伫咧漳州河遮买袂到的物件，伫无感觉负担的情形之下，渐渐会失去支付迄笔款项。是咧翻译啥？读翻译文章有时啊，就是安尼，毋知你翻译啥吼？讲煞即项代志了后，才搁广泛商讨交易之事，伫咧阴暗转来到船顶。所以2月23号即天寄的字，就是讲长官阁下去含一官交涉讲的代志吼，就是即寡代志吼。好，查者即个白蜡吼，这是我连华语都袂晓读吼，即个。那敢若迄个蜡人吼，拍蜡迄个蜡，但是是金字边啦吼。所以我毋知这啥物件。伊去必考有收即个，但是我毋知即字走去啥物读，先互我捌一下即字吼，即个汉字袂晓读，毋捌学过。华语收做华语读做蜡吼，那敢若蜡笔迄个蜡吼，共音。甘字典呢？粒吼，粒就是写吼，时啦吼。马口铁的意思，马口铁意思，这是甘字典的故事。白粒 pewter， 英语叫做 pewter 吼，这是伊基必考讲吼，是一种圆镶合金，样点非常低，目前普遍使用的白粒器具成分是镶加上锑甲铜，锑甲铜啦吼。当前伫咧西方国家，一般家庭若经济无够好，袂当买运器的时阵，定定就会选择买即种白粒的即种制品。古早时阵，白粒制品大概拢有含盐吼，含有内底有掺盐，所以一般配方是70%的镶含30%的盐。但是含盐的即个白粒是袂当用伫咧餐具吼，因为盐会摄出来嘛吼。所以现代要买白粒制品的时阵，拢会当要求讲买含盐还是无含盐。无含盐的白粒器具价数较悬，因为伊的品质较好。通常无含盐的白粒会当摕来做食用的器皿，若是含盐的会当用做装塔用途。白粒若含盐，
就内底感染的吼，我应该头先感染的时阵，伊会视力久了后会变乌，好，这是白粒啊，就是某一种，譬如讲会来摕来做水斑吼。较早无塑胶嘛，所以你绝对是爱用即种金属的，无着茶的，无着是石做的物件吼，这是其中一种吼。啊，所以为虾米讲到白粒呢？就是田志龙答应讲，我会当赔你钱，但是就是讲，你莫写伫即个，直接写伫合约顶头吼。啊，伊会派伊的船去广东去运一寡货物来吼。伫个无卖我即马看有伊个翻译啥物意思，就是讲伫个袂互因感觉真负担的情形之下，伊就逐行就对啦，莫互因做一个感觉拍一个小遮大条的小伫遐吼。OK， 啊伊会去广东运一寡货算来做交易来行因啦吼，啊讲的好就是拄则讲的好就是姜糖、浮萍甲即白粒。这是2月23号的日子，咱继续看2月24号9点12分。2月24日，沿岸快艇特殊号用旁启程要去 Java， 所在货物有青丝、面环、灰仔瓷器China， 总价值是78264毫吨毫吨。拄则迄是里尔，即嘛是毫吨我嘛毋知即要安怎算长官阁下含迄寡朋友道别了后，就换到快艇东 Birch 号顶头起来2月25日，你咱看的是伊若咧记一寡大代志的时阵，迄日子拢写到落长，啊若无啥物代志，就是安尼一两纸尔所以咱足紧就看过。2月25日，中岛迄只快艇 Texas 号再度用盘起航毋知为虾米，伊后壁有看有解释，去继续伊的航行。早暗因为无风而且乌暗，因为无风嘛，所以船驶行袂去迄只船伫咧距离厦门1海里半的地方停伫遐，完成平安带领。26日，2月26日，长官阁下开动几个其他人前往厦门市，要去请人检查修理2只用客船，但是看到遐的情形，长官阁下决定听候伊赶转来才阁讲。伊赶去安海，但开始是去听候江彬甲伊的军队。无详细写，所以咱看袂出啥物代志。毋知为虾米代志讲，即2只船到尾决定讲要等伊赶转来才讲。咱继续看，2月28日，昨昏中咱讲一工嘛咱一工。2月28日昨昏，长官普特马斯阁下派遣几个大工，坐一只鱼仔船去观察厦门岛的四周围，并且去遐探测遐的水深，去量看水偌深。即寡大工沿岸转来到船顶，因发现整个沿岸的活泛的即个地带，以及该岛的东端外海，就是迄粒厦门岛的外海东边外海，拢充满石头甲暗礁，就算是大阴的时阵，涨潮你是开快艇去，嘛是真危险。其他外海就是非常安全，因为水深深所以伫个厦门岛东边即外海危险你今仔日学着你以后去遐驶船较注意。2月28日，好，咱来看后一个月3月1日、2日，即2天写做同一篇有几个生意人带一寡灰仔、面环等等的货物来船顶，
天气真好，大刀吹北风，透北风。今仔日冬天嘛，大概要春天啊，用3个透北风。今仔日上雪大江，迄个大江，搁一道来到船顶，因去探测漳州河南岸沿海水深，嘛去测过迄个快艇 Sluton 河失事的迄个所在。迄遐距离海岸有一个步枪的射程，伫遐水深有56巡，巡是迄个外语啦，我毋知台语安怎读。我查一下简字典，讲即个海水的深拢用几巡嘛，几即个巡哩，无即字啦，无即字，我着爱去做一个啊。我知的是哪因有一个网站叫做汉典，内底有空虚字典。伊等于是若敢若找台语共款，甲几若本词典字典合做一个网站，但是伫遮会当找到迄个但是即个字无收的词典无介多方音敢若收客语，或者是广东话客语看伊读做琴还是琴广东话是坎的发，所以我毋知要安怎读。量词，英美中国计算长度的单位是英语 fathom， 所以这是翻译字啦fathom 是 OK， 各位来学一下这个英文我找 vocabulary.com。发生我不要过时你用手去落袋仔内底去敲物件，就叫发生。我记的是安尼OK， fathom。To fathom something is to understand it thoroughly， 就是你去了解一项物件自头到尾甲理解要清楚，这叫 fathom It's usually used in the negative, as in I can't fathom why he doesn't want to go along with us。我无法度理解为什么伊无爱和阮去就是 I can't fathom， 我无法度理解，这个理解的意思就是fathom is from Middle English， 我袂念from Old English fathom， 有写两个，一个是中世纪英文，一个是古早英文outstretched arms 就是你甲手伸出去叫做 fathom， 古早时代The Old English and the Modern English lung also refers to a unit of length used to measure the depth of water。所以你念量水深就叫做 fathom。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 depth comes from that meaning. To understand or fathom something thoroughly is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就是你甲达到迄个上底迄个所在去理解To understand or fathom something， 就是完全理解所以 fathom 这字你学起来就是咱敢若去量水深，你用一个锤啊，用锤到上底迄嘛，迄叫做 fathom 或者是我拄则讲你手伸入去你的落底仔去拎物件，这嘛是 fathom 或者是这拄则是讲有动作的你若伊较抽象的讲法就理解就是我去理解啥物件，你完全甲理解但是迄个理解伊讲
一般是用伫 negative， 就是无理解吼 ，I can't fathom 吼。OK， 所以这里 OK， fathom 是 F-A-T-H-O-M， 这里是迄个讲是这个汉文的这个寻吼，由来啦吼。OK， 但是两字的音差遮多，我就无法度理解吼，fathom 甲寻吼。讲咱转来到第二只啦吼，讲迄只 Sloten 快艇失事的迄个所在，水深差不多5-6寻吼。我用有边读边的方式来读啦吼，我早日甘伊点寻找的寻来读吼。寻或者是吟吟就较好记啊吼，吟就是 fathom 嘛吼，所以我即摆当理解为虾米 fathom 是吟啊吼。你若去找甘字典，讲吟钱，就是你手伸入去落地内底去甲钱吟出来，所以吟钱迄个字就是吟吼。汉字就写即个寻字吼，当然你若要搁较汉字有写加添一个手字边，就是我用手入去吟嘛吼。所以吟钱吟无钱，这是甘字典的修的词啦吼。佫是对下肚吟钱，对下肚吟钱，就是对腹肚有人较早钱倒放伫腹肚遮嘛吼，对下肚吟钱。吟寻吼，所以我就读做吟吼，5-6吟。我认为是安尼来的啦吼，因为较早吼。你即个海产拢伫咧东南沿海，伫福建尤其是福建遮啦，福建浙江浙遮吼，浙江什么浙江遮啦吼，即遮拢海产你拢伫遮嘛，所以你看即种航海即种字吼，尤其是对外国传过来嘛，5-6吟，因就是可能是用即个吟字吼。fathom 含吟，就是你直接安尼翻译，就是对的吼，就是代表即个吟的即个意思去翻译 fathom 即个字是完全对的吼。OK， 咱搁转来遮吼，就是讲 Sloten 快艇失事的迄个所在，水深差不多5-6吟，而且沿该步程射程的迄个较活海岸遐水深有15或者是16吟。一吟是偌深啊？我查一下好无吼？稍等下。fathom， 这个寻字遮可能无，我讲有写，一吟差不多是6英尺吼，就是差不多1.8米啦吼。超一人悬嘛吼，就拢是较略的啦，1.8米吼，1.82吼，6英尺吼。一般咱台湾囡仔170公分，差不多5尺7的款吼，伊6英尺较悬一撮吼，较深一撮吼。好，所以15厘、16厘就诚深啦吼，拄则讲5-6厘就较无遐深吼。15、16厘真正足深嘛吼，因此显然伫遐有一座海沟吼。上述快艇的迄个定大概是对落下坡那边，下坡是讲应该是讲迄个中迄个海沟的迄个另外一边吼，就是较深的迄边吼。伊伫船无法度停止，才去弄着即个暗礁吼，因为是足深的嘛，所以迄定无趴落去无够底的款吼，才去弄着暗礁。恁两只撞客船失事的所在，另外两只有另外两只用客船失事的所在，迄个海湾四过就是石头含暗礁，所以迄内面的船是无可能入来吼。我无法度理解这方向啥物。对上述迄个海湾到迄个有塔的岛，水真安全。
指讲水中无石头、暗礁等等危险诶物啦吼，水真安全。该海岸小可外面遐，顺着该河上北，直到迄粒岛，即只应该是距即个厦门岛诶北边1/3海里诶所在，伫迄个河诶南岸会当通航快艇，搁去哩就无法度航行咯。即粒岛诶北边伫个底槽是安怎讲？较无遐尼阴啦，因无遐深诶时阵，水深是一人半吼，一旬半吼，一人半。好，今仔日即3月1号、2号即2天诶日子，就是主要是讲因去探即个水深啦，情形啦，听无袂要紧啦，无介重要。好，继续。3月3日，剩3分钟吼，咱看即活动，可能答袂了吼。3月3日是礼拜日吼，咱来看吼。张馆普特曼斯阁下航往古龙寺吼，古龙寺这是迄个荷兰文写吼，应该是古龙寺。环绕观察了该岛，也令几只洋客船去停伫岸边。就是张馆命令几只洋客船去停伫岸边吼，看会当对迄只岛取得台湾非常需要诶房仔甲牛、插牛。暗时，张馆阁下转来到船顶，今仔日洋客船埃莫号，就是厦门号，对台湾来到即个所在。带消息来讲，迄边诶情况一切拢真好，拢也算好啦吼。快艇威灵顿号已经用启动器吊起来，下面放伫个滚盘，滚盘应该是要刷船用诶，伫个陆上要刷船诶迄个物件吼。对沙地远海塞进90英尺，水淹起来时阵，已经会当浮起来，因此真有希望会当渐渐来下水，完成互即件代志实现。今仔讲起即只船是毋是新船呢？可能是新船啦吼，用起人去吊起来，放伫个滚盘，啊对沙地远海撒去嘛吼，就撒入去海，应该是新船要互落开始要用即只船啦吼。好，这是3月3日，咱今日读到遮吼，8:29，见书煞诚清闲，所以逐工拢记得倒啊，无啥物大代志，拢一寡小事吼。咱伫倒即只学一寡字啦吼。今仔诚趣味是我学到即个法顿的迄个翻译叫做人吼，为虾物叫做人吼？好，各位敢有啥物问题，还是要讲啥物？感谢爸比甲咱做笔记吼，有时啊我对咱现有笔记，咱知影讲，有我学着吼，搁复习一下安尼。好，安尼若无咱今仔到遮，咱来开房吼。爸比你无啥代志吼，咱开起来吼。好。好，多谢阿官。好，再见。多谢大家。好。